由萬科香港發展的長沙灣新盤連芳2最新開放現樓示範單位，涵蓋開放式至3房交樓標準及連家具單位。其中27樓 N6 室，實用面積538方尺，3房間隔，客飯廳連接38方尺露台連工作平台。客飯廳長約4.08米，闊約2.625米，方正實用，層與層之間享3.5米層高，提升空間感，亦方便住戶進行空間自主規劃。露台採用市場罕見的雙門設計，方便住戶靈活使用空間，可擺放小型桌椅或盆栽，打造個人戶外休憩角落。朝向西南方向，盡覽開揚九龍城景及海景。浴室採用乾濕分離設計，且功能分隔，方便多人家庭使用，另設儲物空間，增加整體實用性。主人房間隔方正，設有充足空間擺放衣櫃，靈活運用每一寸空間，兼顧舒適與實用。主人房及其中一間睡房同向，採用大面積玻璃窗引入自然光，提升室內明亮感。盡享開揚公園景致及翠綠山景，視野開闊。開放式廚房配備嵌入式由地面至假天花的高櫃，櫥櫃配以天然木紋色系及 New Blanc 新號白色櫃門，另配備法國品牌 The Dietrich 的電磁爐、蒸焗爐、歐洲品牌 Gournier 抽油煙機。連芳2位於海壇街268號，提供378伙，單位實用面積介乎176至611方尺。戶型涵蓋開放式至3房。